本来是应该是要往上的，为什么？因为今年8月的时候有这个豪雨跟水灾，已经造成农民花生农的一波的这个损失。今年的产量，所有的通路商都知道我们产量减少，所以价格会居高。那也因为这样，他们才会去从国外进口，因为考虑到国内的需求。现在价格被压低，我们只是让它支撑回去，1台斤40几块，这个是确保农民最直接的方法。我今仔日爱首先感谢苏治芬委员甲劳建国委员，伫遮邀请农委会来伫普惠办所有的土豆最近咧采收的计数甲计消息的即个所有的阮的迄个回应吼，我第一个咧特别报告，这张表少数的证据并不断摕这张表伫云林地区迄四界传讲，这个是一个关税配额内底的权利金。这是加权利金尔，每公斤差不多31块到38块拢有。伊搁爱加进口的成本25块，搁加25%的关税，伊卖了进口的成本才是65块每公斤。伊即马用这张伫所有的云林、产地、四界讲的时阵，已经应用到安尼土豆的计数。农委会无法度接受这款的情形，我已经拿服务部蔡部长通过电话，即马开始看到，阮就随依照拄我修改的农产品市场交易法35条之2，绝对会直接来抓来处罚。这是第一个说明。第二个说明就是因为土豆的计数，即马拄我二期的采收，为顶礼拜开始传这个消息，甲即马计数，每台斤落5块到10块拢有。所以伫遮农委会宣布，为明仔载开始，阮会透过普惠农会，阮会找云林所有的土豆主要的产区的乡镇农会启动收港，每台斤40块，啊，农民唔免烦恼讲要紧来交互即个农会，只要大家将品质顾好，即个土豆后礼拜应该佫会起去。无起去，农委会佫赚2块，用42块收；佫无起去，2礼拜了佫赚2块，用44块收。我无可能互所有种土豆的农民，因为有人操作政治议题，来损失规个土豆的收入。所以这就是阮今仔日主要来伫遮开记者会。全世界最多假消息在台湾，台湾最多假消息在农业部门，农业部门假消息最多的。就是在我们这个地区，这个都是因为这样炒作，造成农民很多的损失。我们已经有明确的在执行所有的高丽菜的登记制度。各位去看北农，现在的平均价格每公斤都在11块到15块之间。我们就是要确保所有的种高丽菜的农民的收入维持在一定的稳定。所以在品质比较不好的，如果有合作社厂，透过他们的契作农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彼此的私下的这样的一个合约，我们尊重他们的一个做法。农委会这一边还是依照我们的登记收购制度在执行。署长应该不是说要去抓菜农，而是针对有人故意操作讯息影响农民收益。我觉得这个是最应该我在这，如果这样的讯息持续在传，我保证我每天就到云林来，我一定每天到云林，到每个乡镇，到所有的在卖花生的这个部分，从现在开始。谢谢。